今次想同大家講每個香港人都會遇過嘅事啊，就係食物中毒啊！你一生人總會食過有啲餐廳食完之後就係會肚痛嘅。咁我啲平民百姓多數都係屙兩屙咧，就係當冇事發生噶啦。但係如果你心心不忿，你又覺得咧佢搞到你肚屙翻唔到工嘅話，認真啲就去投訴啦。大家好容易就會諗到call 食環署。但其實呢啲投訴最重要凸顯咗香港人一個嘅特性就係你將啲投訴交俾呢啲咁嘅政府機構，根本冇諗過點樣同呢啲商家繼續周旋落去喂，如果政府機構同你講冇事嘅，就冇辦法。咁你當初就唔好咁勇猛走去投訴啦，縮翻個頭入去啦。冇錯，今次呢條片呢，就係講食物中毒終極嘅解決方法同埋想分享一單食物中毒嘅事件食物中毒呢，唔單止係我哋啲平民百姓啲窮鬼身上，基本上你有間好貴嘅餐廳呢，都係有機會發生。講緊嘅係咩事呢？就喺2025年5月有一對新人就喺呢間中環嘅好酒好菜間高級餐廳舉辦呢個婚宴。咁呢個婚宴呢，就15個人就食嘢啦，但係食完之後15個人呢，就有10個人呢，就出現呢個上吐下瀉嘅情況咁當中呢，就有人屙到脫水嘅症狀咁入院就去治理下啦。咁入院之後呢，就話喺佢哋糞便樣本呢，就檢驗出呢個諾如病毒簡單講一講諾如病毒啦，其實就係會引發腸胃炎嘅一種病毒。佢嘅症狀呢，都係會有啲輕燒屙嘔、肚痛之類嘅。咁有咗個背景咦？咁呢間餐廳好酒好菜，究竟係咩來頭呢？咁其實呢，佢就係一間中環嘅貴價餐廳食呢就係呢啲中菜嘅omakase基本上你去食每個人嘅消費都行啲過千係無上限你可能食到10000蚊一位噶。咁佢有咩本事可以賺人哋咁多錢呢？佢個定位呢，其實就係一啲富豪嘅餐廳。佢嘅創辦人就係一個叫蔡浩嘅人咁你上網 search 取啲資料呢，就係咩周遊歷國跟住呢又攞過好多烹飪嘅獎佢識唔識煮嘢食呢？根本係冇人知道。其實你可以當佢為一個大集團推出嚟嘅人咯，即係佢講啲廚藝理念仲多過煮飯個情況呢，就好似謝霆鋒呢已經變咗名廚一樣咁當然啦，打造人設呢都需要動下腦筋自己都要付出下一啲嘅努力但係我細估唔到呢個咁冠冕堂皇嘅 background 呢，佢之後用啲嘅手段呢去打壓呢個今次中毒事件嘅受害人與此同時其實呢個事主呢亦都向餐廳嗰邊講咗發生呢件事但係餐廳呢竟然呢就係小紅書呢喺度唱衰個事主咁呢間餐廳點樣解釋嗰啲諾如病毒嘅存在呢？佢哋就話賓客你哋根本未食之前就有帶菌者咁喺婚宴上大家會講嘢噶嘛？嗰啲飛沫呢就噴咗去隔離左右，令到你所有人都感染咗呢個諾如病毒但其實佢講嘅嘢係唔合理嘅，因為喺呢15人食飯之前呢，佢哋大家一齊呢就係觀禮嘅，而觀禮嘅人數呢就係30人嘅。如果真係可以用飛沫傳染呢，另外冇去食嘢嗰15人呢，就應該都會出現呢個諾如病毒嘅症狀好可惜呢，冇食嘢嗰15個人呢，係冇出現過任何呢啲症狀所以呢，佢講嘅嘢呢係唔合理嘅都係採取一個態度呢，唔認錯呢，永遠自己都係冇錯嘅。佢哋甚至出呢個律師信叫事主剷除晒所有 social media 啲媒體所有相關呢件事嘅言論咁講翻呢件事啦，如果衛生署咧知道有市民咧中咗呢個食物中毒咧，佢哋都會主動去調查啦，都係一啲例行工作，佢哋會派員咧就會去餐廳睇下啲衛生情況睇下個食物製造嘅程序出咗啲咩問題但係你試諗下，如果你食物中毒出事，衛生署派員去調查，可能都係過1-2日之後嘅事啦。間餐廳就已經有足夠嘅時間徹底消毒所有嘢我唔係針對呢間餐廳，基本上所有餐廳呢，有冇人咁傻俾人投訴都唔去做得好啲所以大家其實呢，食物中毒呢喺度投訴報食環呢個用途係非常之細嘅。衛生署咧都好清晰出咗個新聞稿咧，就係食物中毒咧其實係冇直接證據嘅，只係得間接證據嘅啫。
你只能夠講可能食咗嗰啲嘅食物中毒，因為咧你可能食咗之前嗰一餐或者上一餐或者上上一餐啲病毒有潛伏期咧，係搞到你有食物中毒嘅啫。你真正嘅咧就係諗下一步要去點做啊。咁就呢件單獨嘅事件啊，衛生署咧最後都要做個報告噶嘛。佢話嗰啲諾如病毒咧，其實最有可能咧就喺呢個婚宴裏邊嘅生腌沙白呢啲未煮熟嘅貝類咧所帶出嚟嘅。咁就唔緊要啦。香港文明社會啊，如果雙方咧大家覺得自己冇錯咧，就對簿公堂啦。咁事主咧亦都向法庭申請呢個民事索償啊。咁啊，同大家簡單講解咩叫民事索償咧。其實香港咧咩都有得告嘅，只要你覺得佢對你造成呢個損失咧，要佢賠償咧，你可以申請民事索償嘅。咁當中啊，如果你要求對方嘅賠償金額咧係75,000蚊港幣以下咧，你就可以申請呢個小額錢債嘅法庭啊。咁當然啊，香港咩都有得告嘅關係咧，其實呢啲小額錢債嘅法庭咧，佢哋都會勸你哋自己去和解咗先嘅，即係好似俾個最後機會你哋雙方諗清楚先，你係咪真係要告？你係咪真係唔賠？最後機會㗎嘛。咁如果你去告人啊，你就要諗下自己嘅理據充唔充足啦。咁啊，單喺呢一件事件上邊啊，你諗下食咗嗰啲未煮熟嘅貝類感染諾如病毒嘅機會啊，一定大過個餐廳所講咩根本就一早就有帶菌者啊，大家嗰啲賓客咧就喺度互噴口水啊，感染咗諾如病毒。你諗下啲咁荒謬嘅解釋啊，基本上你係贏緊噶啦。作為一個聰明人啊，你知道自己上庭輸緊，輸嘅咧其實咧對於一間公司嚟講咧只係少少嘅錢，但係你嘅名聲啊，一直所建立嘅品牌咧，你就真係名譽掃地噶啦。咁當然啦，佢又真係掃緊地啦。我 Google 一 search 佢間好酒好菜咧，都已經係食物中毒嗰個標題啦。最後啊，呢間好酒好菜咧，最終都係要跪低啊，並沒有上呢個民事訴訟嘅法庭啊。咁呢間好酒好菜背後嘅麗新集團咧，亦都係賠咗5萬蚊港紙俾事主啊。而呢個事主咧都好大量啊，由始至終咧都唔係為咗錢啊，想有一個道歉啊。因為搞到佢咧就唔係搞到佢自己肚餓嘛，係搞到嚟咗個賓客一齊去中咗毒啊嘛。咁啊，所以啊個事主最後將賠償嗰5萬蚊咧就捐咗俾一間嘅流浪貓機構啊。將呢筆俾好酒好菜原本賺到嘅錢咧，轉化為更加有意義嘅用途啊！而呢件事件亦都對香港嘅市民示範咗一次，究竟食物中毒我哋點樣正確去追討一啲嘅餐廳啊？都係嗰句啦，如果自己唔企出嚟咧，其實冇人會幫到你嘅，亦都唔會諗嗰啲政府機構啊、公司啊會賠一分一毫俾你啊！一定係要自己企硬，諗盡方法企出嚟咧，你先可以圓滿咁樣解決呢件事。